好，来继续来看豪社的董事长董子贤，进前互问到是毋是会捐款互花莲来赈灾，伊是苦笑讲安尼话真硬要，但是其实豪社甲伊家己拢分别寄付着千外万，只是对象拢是以民间团体为主，是卡苗西过花莲县政府。董子贤拄则参加活动的时阵，嘛讲到救灾的3个阶段。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齐心在第一阶段保护生命。那第二个阶段就是现在呢，大家齐心把那个生活跟工作的那个社区他们的空间的清除污泥、清除那一些脏污让大家早日恢复上班、上课、生活这是第二个阶段，还会有下一个阶段。马太安溪的堤防到底是水怎么涌进来的崩塌的这个水道，大家要怎么治理？这是第3个，未来从中央到地方主管机关必须努力的。除了讲到救灾的3个阶段，董子贤嘛出钱动员工程车队协助灾区来清运。董子贤嘛委托到花莲议长张俊等人，统一来进行着工程车的调度，真明显再度西过花莲县政府，嘛引发着外界有真侪联想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